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平阿土啊。观众朋友，昨本土确诊2000外，今仔日就强要3000啊哦！大家挂喙安、接洗手、照气缸，保护家己的时阵，嘛需要调整家己的心态。咱即马确诊人数是咧爬行啦，大家需要斗阵经过这段时间。 同款的道理，咱的防疫措施嘛咧调整。指挥中心、台北、新北拢宣布缩短疫调时间、简化疫调程序，嘛佫前几工啊，幼囡仔重症死亡，互咱开始为着细汉囡仔烦恼心。论真较侪65岁的老大人，佫较需要咱来关心甲保护。今仔日指挥中心若有公布甲老大人有交叉的措施，加疫情项的代志，咱同齐来关心。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小儿科诊所执业医师林应元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咱听到阿中指挥官讲吼，到月底高一日确诊恐惊会超过1万人哦。今仔日是共要3000人。 新北就超过1000人，即马疫情逐天拢有新的发展。指挥中心嘛伫调整措施，今仔就公布一个居家照护的就医指引吼，内底有一个儿童分流的条件，就是讲较减1岁的幼囡仔吼，拢是病医来收治吼。有人在讲未来全台湾可能会有2成的人口来确诊吼。中指挥官讲这毋是无可能，总是5万甲这个确诊的这个比率压伫16%吼。 就是甲病毒共存的时机，咱看到新北、台北即马拢调整这个疫调的措施，疫调了后无阁公布确诊者的卡者，总是台北市长郭文德讲，甲去年5月的时阵共款吼，阁公布卡者是无啥物意义。观众朋友，咱来了解。 今年的状况甲去年是完全无共款，意义嘛无共，这稍等的咱会来讨论吼。今仔日疾管署专家咨询会议吼，公布一个最新的疫苗政策，就是讲儿童疫苗注2档中计12礼拜，青少年会当注第3档，高风险的人注第4档吼，5万是后个月开始注。 总统蔡英文讲，已经买1亿的这个快筛剂吼，目标是甲伊的价钱降到差不多100块。咱今仔日看到周玉蔻小姐来确诊吼，伊的节目来宾包括着指挥中心的李秉英医师，加在伊的 PCR 是阴性啦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探讨。大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记者会。 本土的病例持续增加哈，昨天是2686嘛哈，今天2969，好，那境外移入是89位，中症增加了6人，那重症没有增加。在昨天的这个专家讨论之后，那建议就是儿童6到11岁的儿童，那接种莫德纳疫苗是2剂，那2剂的间隔是12周，接种剂量的部分。 是成人剂量的1半。另外，青少年追加剂接种建议的部分建议在12到17岁，在完成基础剂的接种，那而且没有发生这个严重不良反应者，在最后的1剂的基础剂接种后5个月来接种追加剂所以预计可能在5月的这个中下旬以后那可以开始。 陆续的接种，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长照机构的住民，跟18岁以上免疫不全跟免疫低下，而且病情稳定者都是属于这个建议接种这个加强剂的一个对象。第2次追加剂的一个接种原则主要就是跟第1次追加剂相间隔5个月后接种。好，即马咱来邀请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先就来请教洪医师吼，咱看到即马确诊人数咧冲真紧吼，有这个正做这个指数成长的这个趋势吼，未来敢会有一个足尖塔的这款的曲线来出现，咱敢需要烦恼？是，我想吼，咱即马看会到吼，咱即马的这个 RT 值吼，大概就1.7到2之间啦吼。是。 所以讲，若是按照即卖的防疫的状况，咱若是无进一步的措施的状况之下，吼，当然就是大概按照这个1.7到2之间安尼去发展嘛，吼。所以你经过9天了后，就是咱4月30迄天吼，大概会囥喺差不多14000个左右这个数字啦，吼。但是这是一个推估的数字嘛，吼。但是你若
国内大家若是讲，譬如讲咱在接触，还是讲在食饭啦，各方面的迄个次数若是减少的时阵所以这 RT 值都有可能个会小降啊无就是按照即马即个传染的速度落去进行嘛但是我感觉即马的重点就是讲，咱慢慢咱民众咱有一个观念啦，迄个观念就是讲，咱民众的责任咱的即个国民，咱的责任就是2剂甲3剂做好，或者咱讲足侪摆这是你上重要的责任，就是你爱甲预防针甲做好满嘛因为你做好满，尤其是年纪大的咱这长辈，你做好满，你若较紧的时阵，你袂互送来病院嘛，无你想看觅，若种大家若预防针做无满，你念着了后，拢送病院的时阵，若一天当然，因为这即马就是讲重症的人数虽然比例毋是较悬。但是你一天若1万人的时阵，迄个母数较大的时阵，迄个指数嘛是会增加，对不对？咱来考虑咱病院的会使接收的患者的迄个数量，甲你即马产生的数量有法度，拄啊好，拄啊好拢接袂调嘛，这个上重要一个观念，放在这个所在。所以我感觉讲，即马就是讲，咱即马就是讲，这个长辈，你这个预防针，即马还有时间嘛，你就趁即马咱预防针拢足充足的，你爱较紧去做，对不对？因为即马你明明知影讲，即马就是开始要，会较有一个大的即个传染的即个坡要来啊。你明明知影，你就是应该搁去注意这个代志，较紧去，未做好的，较紧去甲做会好。当然，你若未做的人，你若是讲，即马这个时间点，你可能你爱评估，你若要出去甲人接触。还是聚餐，还是做代志的时候，你都要去思考迄个人数的多寡场面若较大咯，拢一定爱撇面嘛。公共场所你就即马就较莫去嘛，就甲咱古早在即个在过年这寒流来就这春秋之际的时阵，拢嘛是安尼嘛，对不对？大流行来的时阵，就是公共场所撇面嘛，对不对人多的所在就较莫去，其实这道理拢共款啦所以咱即马就希望讲，大家若有法多少。咱的防疫的措施会使搁提家己小注意莫互这 RT 值增加较紧一天安尼慢慢迄个人数慢慢增加病院嘛拢接袂调需要重症甲中症的人送去病院拢病床拢有够用过一段时间，即寡人复完了，搁另外一批人搁入来，安尼会转会过咱就会有法度拍好过安尼。所以我想，这是即马咱上重要的，就是爱甲咱的这个量能控制会好，莫互咱的患者会去突破咱的病院的迄个病床的量能，这对咱即马上重要的代志。当然，一般的咱的即个民众若50岁以上，大部分也是讲无症状的、无症头的是较轻症的，就拜托你踮咧厝的乖乖。就是讲在厝的7天，互你的病毒会使过去安尼，在厝的即个期间，你就是营养爱注意嘛，伊这就甲以前你安怎对付感冒，咱即马就安怎对付这奥密克戎，这感染拢共款，其实道理拢共款，就是多喝水嘛，加休困嘛，然后就是讲食一寡营养的有抗体来对抗伊安尼当然嘛要注意家己的血氧浓度的变化嘛，血氧浓度若毋对，家己若感觉会喘，就较紧敲电话。甲病院求救就大概安尼就可能咱轻的甲重的拢甲分流，很有秩序的来分流的时阵，安尼咱这个关，咱就有法度甲拍好过安尼啦。是，好，观众朋友，咱需要用这个防疫的措施来保护家己总是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咱即马社会的防疫措施是咧放令所以咱的确诊人数会增加，这是自然的。同齐时嘛有伫调整这个疫调的措施，才会报道。咱先来看。李先生还好吧？里长电话是接袂离，民众们收到隔离通知，敢袂当出门。居家隔离爱踮伫厝内几工，里长一个一个回答。不过，大家确诊人数持续加悬，封口来隔离的人愈来愈多。跟我联系上的大部分都是在问相关问题，我会转介给指挥中心啊。大部分是心情上的抒发了。那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关怀的能量。根据指挥中心进行的统计，若一个人确诊，差不多要208个接触者。指挥官但是中捌讲，无排除过一天会新增加1万例以上确诊，也就是讲，只要一天确诊人数超过1万人，就至少有8万人爱居家隔离10天，搁要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即嘛有专家甲中央发声，希望会当缩短居家隔离的时间。已经在减灾了嘛？我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是打了3剂疫苗的人那么他的 PCR 如果是归
阴性的话，就不要再居家隔离了。只要有民众确诊，地方政府就会随开始做疫调，考虑密切接触者，设定做居家隔离的对象，再把资料传去中央的系统了后，卫生所就会发简讯，甲敲电话联络接触者，通知因爱做居家隔离，上尾是启动电子围篱。也那重灾区的新北市，居家隔离的人数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6000人，居家隔离的作业看袂符防控的人数。新北市长侯友宜望中央会当简化作业的流程。那基层同仁基本上他也是没有办法那么大的能力来负担这么大的量，所以如何简化流程，或是在居家隔离，如何采取更变通的方式来做，中央在整个制度面也要做好重新的思考。因那台北市面对确诊人数增加，台北市长高文第20宣布简化疫调的程序。原本考虑隔离的对象，爱追踪到确诊者发病的前4天，即嘛只要追踪到前2天。但市长嘛表示，已经有发公文给各单位，爱缩短疫调的时间。那相关的重点疫调的要求也在应该今天早上嘛今天早上已经发文给各个单位。以前我们疫调从14天到前面的4天，我们现在是要求做2天。针对中央建议缩短疫调的时间，新北市嘛决定要第日办理简化疫调的程序，减少疫调的时间，敢若考虑重点的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即摆新北甲台北拢简化这个疫调的程序，最主要是本地疫调是对发症头的前4天开始即摆改做前2天哦。另外，就是密切接触者直接控制的对象，若是伫这个徛家内底，就是你当大的家人；若是工作你的办公室，就是甲你边仔围伫你边仔的人。校园内底高中以下是共班的同窗，大学以上是讲密切的接触的你的同窗这就是讲你同齐授课者的人若是伫餐厅，就是共桌食饭的人，其他都是伫室内斗阵的时间较长者的人啦。咱看到台北市长高文地讲即马无要公布这个确诊者的卡价总是咱来请教林医师郭市长可能是喙较，伊就讲今年的状况甲旧年是同款公布都无意义。总是今年这个欧米款的病毒甲旧年是完全无同款我就是袂使咧讲啦，旧年的情形甲今年的情形无同款嘛。是。旧年的病毒较毒今年的病毒较温柔。是。旧年的确诊的人数较少，今年的确诊人数足济。所以时间是无共款，袂当同时间来论这个代志啦所以伫旧年的时间，确实是爱移调迄个爱隔离、爱控制，拢爱做因为目标是要清零清零。毋是少数的人本来就会当清零，咱甲控制。佫讲，旧年迄阵，足侪人无注疫苗。是。全民拢无抵抗力，病毒若去拖开，迄死亡的人会足侪呢。是。今年无共款咯，今年病毒较温柔大家拢注意用下注2剂、3剂注足济啊。病毒要拖，较袂遐容易拖。佫讲，确诊的人较济，你要控制隔离，有啥物医疗？有啥物意思？无意思啊嘛。世界拢是病毒，你要调查啥物？要调安怎？调查安怎？你无甲即个接受，你嘛甲迄个接受啊。佫讲，迄人的卡热遐济位。你想看，若讲100个人的卡热，差不多全台北市拢有啊。你要对医疗，是。所以无法度嘛，就是爱旧年是旧年的做法，今年的做法无共款啦，袂当用这样来比较的啦，袂当讲是安怎我旧年无伊甲调查，是今年会当卖调查，旧年嘛应该咱免调查，袂当安尼讲的啦，袂当安尼讲，这情形无共款啦。你若安尼甲摕迄个旧年的情形来甲今年咧做共一款咧讲，我感觉伊智商遐悬的人啦安尼讲，安尼就无道理啊！我想观众遐侪人，恁听伊讲安尼讲有道理，对无？我想大家嘛想嘛知影，用大财想嘛知影，哪会使安尼讲的，对无？我咧讲旧年，迄大家拢无注意，苗就迄真严重，迄阵真正是爱真好好调查，迄有确诊的人一定要甲关起来。
大家人拢无抵抗力，大家传染落后法度，伊传染了着家济，规个死了了，足济啊！啊，今年无共款啦，今年迄个病毒较温柔啊，侪人着，吼啊，大家拢有做疫苗啊，这无共款，这免调查是无毋对。今年免调查，即摆情形免调查，旧年一定爱调查，吼。所以我想是，唉，我关系流动的时候呢，真爱。就咧上报纸出风头的人啦，但是我想，伊智商遐悬，伊想嘛知影，你要用这个代志讲说服哦，我想大家人袂服你啦。是，好，咱继续来请教洪副院长吼。讲到这个即马无公布这个确诊者的卡价吼，这念面有一个足实际的问题，因为为旧年开始，咱有一个实联制吼，你去逐所在拢爱扫迄个 QR code 啊，传这个简讯吼到1922嘛。啊，即马既然无要公布这个卡价，这个实联制敢有缘有伊的意义？因为对旧年开始吼，发生侪讲去可能去 7-11吼啊，去互提醒讲。爱实联制吼，煞来杀人的这个代志啦吼。啊，即马这个实联制敢阁有需要强制来做？是，我咧想吼，应该安尼讲吼，这卡了有需要公布，无需要公布，对他林医师讲了足清楚的吼。旧年的状况甲即马完全无共款。旧年咱是要清零嘛，因为旧年迄病毒足毒的嘛，会甲咱攻击下呼吸道的肺部会缺氧嘛，对不对？而且50岁以下的人嘛，有真有可能会变重症甲重症嘛，对不对？所以旧年迄个状况，咱一定要用足侪方法，甲隔绝，绝对袂使互病毒在咱的社区内面畅秋嘛，对不对？但即摆即边的奥密克戎唔是安尼啊，就是讲咱即摆咱预防针拢注满啦嘛，对不对？韩国、日本嘛拢演互咱看嘛，因为韩国即摆1500万人拢是拢有染着即个奥密克戎，对不对？啊！你看人韩国3个月来1500几万人，啊，因即马开始咧开放啊，所以韩国就是演互咱看啥，就是讲哦，虽然因一天吼有上悬的时候，一天60万呐，60万的人去感染着，对不对？确诊60万嘛，啊，因上悬的时候，一天有200万人在厝的治疗，在厝的隔离治疗安尼，啊，所以讲韩国伊即马经过这2个月、3个月吼，啊因1500万人拢染过啊，所以因就开始有集体免疫，啊，佮加因的迄个预防针注到96%，96%，所以因加起来了后，因的死亡率、致死率，100万人差不多是1000人尔啦，不到1000个人，对讲100万人只有不到1000人，有不幸的这个状况产生，所以韩国会使讲因3个月啊，因就慢慢就。就通过这个奥密克戎最终的这个测验，就通过啊嘛，对不对？所以咱看韩国的状况，看咱台湾即摆嘛是咁啊。你的足迹吼有需要公布无？真简单嘛，因为即摆已经开始，这个看感染的速度愈来愈紧啦嘛，吼，而且是遍地开花，吼，所以你即摆就讲你公布这个人的足迹，迄个意义就变啊足细啊。但是即摆爱公布的是啥？迄个 CDC 嘛是爱甲即摆吼，都是社区是热点爱甲咱讲啦。伊每一个人会感染，无一定是在职场内面嘛，伊有时是为社区啊传登来职场，所以到底在社区的什么所在是迄个热度较悬，就是病毒的迄个迄个阳性率较悬的迄个热点，迄爱甲咱提醒嘛，啊，就是讲热点，咱就尽量去避免一下安尼，啊，就大家知影啊，小注意，这是上重要的啦吼。啊，而且咱即摆面对这个奥密克戎，咱甲过去嘛爱。咱的迄个心头嘛爱家己抓好知啊，抓好知就是讲，若3剂煮无满，啊我染着啊，染着就厝的休困7天啊，好好休困啊，多喝水，多休息啊，对不对？啊，食一寡较营养的物件来对抗这个病毒嘛。啊，这就是你即摆就免搁像旧年哦染着了，好像觉得完蛋了出代不会，即摆就是讲你染着你就厝的好休困，但是咱即使是安尼，咱嘛袂使互伊。就是安那，就是讲一天的迄个确诊人数冲伤悬嘛，你冲伤悬，迄个 RT 值伤悬的时阵，惊讲伊一天冲迄个人数太悬的时阵，咱的医疗会挡袂牢嘛。伊咱医疗就是你慢慢啊来，吼，今日这批来，啊我甲你医好好，互伊出院，啊后一批搁来，吼，安尼我就有法度处理。你一声敢若大水甲淹落去，每一个国家的医疗拢挡袂牢嘛，吼，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这个所在。所以咱就是讲，我踮遮呼吁咱的民众吼。你若是无镜头的，吼，轻症的，吼，拜托你在厝的好好啊，
休困7天，啊，除了你有镜头的，实在是呼吸会喘的啥，啊，你就是送病院，啊，咱轻重甲分流，啊，然后呢，病院的责任就是一定要就重放轻，轻的甲放好去，重的爱甲治疗好，降低伊的迄个死亡率，这就是阮的责任，就在这个所在。是。即马疫情咧滚价，咱大家阁想到这个疫苗的问题今仔日有一个疫苗的新政策，咱来看。我们全国人民加油！依照现场直播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周玉蔻甲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有防治社组召集人李炳兴共同一个房间，新闻到隔天周玉蔻就伫面册发文批下阳性确诊。虽然节目顶悬两人全部拢挂喙安，毋过李炳兴较晚的时阵也做批下确诊。我就是要去筛检一下。那你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还好啊，没有症状。身为 ACIP 召集人的李炳兴前一天才拄召开专家会议，疫情是毋是烧入去指挥中心？李炳兴强调，参加人共款拢全程挂喙安。另外，迄一天会议结论，除了开放6到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特殊族群包含65岁老大人，登照机构住民，免疫力低下者的大人应做第4剂。不过，有专家警告，若进入10月、11月，新冠病毒会因为低温更较猖狂，一般人可能爱做满4剂疫苗。第4剂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希望你5个月或6个月以后再打，这样子这个加强的效果会比较明显，抗体打上来以后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就是看你最后一剂什么时候打。新冠病毒变化紧搁歹有料，加上即卖疫苗并是100%有防。中研院院士王启辉认为，爱到志研发功效性疫苗，面对新的突变状况。技转之后，大家也知道，必须要经过1期、2期、3期人体试验，然后证明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那之后经过卫生单位的核准才能使用，所以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王立平伊国的疫情传播状况加 RT 的评估，到4月底或者是5月初，都可能逐天估计确诊数超过10000例。建议现阶段应该停止疫调，让医疗量能有效发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疾管署的专家会议，今仔日所公布的儿童疫苗的部分建议6岁到11岁的儿童来注Moderna 的疫苗，拢总爱注2筒，2筒总计12礼拜啊，伊的量是大人的1半。咱大先来请教叶定如医师咱看这个儿童疫苗，昨嘛有讲过，这个李院长有讲注疫苗，咱是要预防啥啊，咱安怎来看这个儿童注疫苗的问题？伊有风险啊，伊有效益，敢会好？好啊，这个囡仔人注预防啥？阮爱分啥物款的囡仔人？啊，囡仔人有分2种，一种是身体好的。健康的囡仔人，啊，就心歹才紧张，但是身体无好的囡仔人，这就最重要的。因真正有够需要注这个预防针，所以咧英国甲澳大利亚咧开囡仔人注预防针的时阵，第一批的人是遮的身体无好的囡仔人。抵抗力较弱，抵抗力较弱，有这个慢性病啊，有这个免疫的问题的。啊，有遮的这个遗传的问题，遮的囡仔人上重要，上需要注意防啥，所以遮的国家是优先甲遮的囡仔人紧拍起来。啊，健康的再个讨论，所以伊是分两波。第一波是拍遮的囡仔人，啊，第2波再去拍遮的健康的囡仔人，所以伊是无啥小寡无共。对，啊，在这个间隔嘛是有小寡无共的地方。哦，咧英国嘛是分两种人，健康啊甲身体无好的，即第1剂甲第2剂的间隔，健康的会使拖到12礼拜以后再去注第2筒，但是身体无好的，伊的间隔是缩加2个月。啊，澳大利亚嘛是做差不多的代志，所以健康的囡仔人伊间隔是抓2个月。是8礼拜，但是身体无好的，你若是注 BNT， 就是3礼拜，啊，但是莫德纳的话的，啊，就抓这个4礼拜的间隔，所以身体无好是优先要来注的遮个人，啊，再来伊的间隔嘛会使缩较短，因为伊的身体无好，所以对这个预防针的反应嘛较差。是。
敢会当讲这个身体较无好抵抗力较弱的遮的儿童先来注疫苗，这甲咱一直咧强调讲老大人疫苗爱注红码，这敢有关系？对，这个 idea 差不多，对，就遮的人上需要注意风险，唔是遮的健康的人。啊，健康的人伫英国目前是讲，你嘛会使做啦，但是人 urgent 啊。哦。啊，你爱做嘛会使啦，但是国家唔是讲感觉伊遮重要，对。所以爱甲这目光啊，甲伊放在遮的真正身体无好，焦点是遮，对。咱来请教林医师吼，本地咱前几工仔咧讲的时阵吼，2档的。这个距离是隔差不多28天啊，迄阵大家咧讲的时阵，即马变12礼拜，这是延长较足长的吼。这内底的这个美加甲考虑是啥？其实是安怎本来，你看咱的食药署吼，10月4吼，讲本来是讲隔4礼拜就会当做第2档啊。是。啊，即马伫这个 ACIP 佫甲讲变做12礼拜，主要就是讲惊副作用啦。哦，因为有一个研究讲，离较久的、较做第2档，副作用会较少。当初迄个伫迄个青少年咧12岁到18岁迄个年纪吼，就是讲有人咧研究讲，啊你若注了吼，会引起心脏肺炎嘛。是。尤其你若讲注过4礼拜就甲注第2档，心脏肺炎的机会较悬。哦。啊你若家离较久的12礼拜较注，机会较少。吼，是安尼来啦，啊，所以因为即个囡仔是安怎囡仔要甲即摆佫讲要12礼拜，就是讲因为6岁到11岁囡仔其实伊着病嘛是一般是拢较轻嘛，啊，既然伊较轻，你嘛无讲赶紧一定要赶紧甲注第2针，所以讲啊，甲过12礼拜较注就好啦，因为咱副作用较少吼，无咧讲一个健康的人，互你注较全心脏发炎去啊，发生问题，伊嘛歹势啊，国家嘛是要有一个责任伫的啊。是。所以甲当12礼拜含迄个青少年共款嘛。是。青少年当初嘛是安尼过12礼拜啊，啊是安怎这6岁到11岁，就变做爱干那过4礼拜，伊嘛是所以讲袂过嘛。是。所以只好嘛甲讲啊好啦，12礼拜才做就好啦。反正其中你若讲中落去着迄个奥密克戎的即个病毒，啊一般伊嘛足轻的啊。无要紧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这是一种政策啦。这个政策也袂当讲对也毋对啦，只是讲伊想讲安尼做吼，看较会袂副作用无啦。主要是这个考虑啦，这个主要是这个考虑啦。啊讲吼，讲者咱即摆疫苗吼，你讲有够无够？我爱讲吼，即摆疫苗是无啥够，目前无啥足侪人来做无药啊，无药通做。即摆这些无药通做啊，拄啊洪副院长咧讲。讲哦，疫苗足侪，你会当快来做咯？哦，事实上是无够啦。我足侪诊所的迄足侪人要来做，无啊，无药啊，大家全市拢咧欠啊。是。即摆无药啊，足侪拢欠诶。你想讲咱真正药啊，暂时真正是存足侪。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寡迄个医用社无人要做，过期甲消，甲大家甲去啊。是。啊，你即摆无共款，即摆是做到无药啊。因为即摆疫情咧烧，所以足侪人本来无做的人，拢要走来做啊。是。啊，无做第3剂的人也要走来做，啊，所以要大家抢要做，疫苗佫无够啊。啊，中指挥官讲，今仔日讲有2批最近的够。啊，但是现阶段就是无够啊。是。中央政府讲一定有够，你若无够来找我摕。啊，地方政府讲，啊，我就无药通互你，啊，所以我嘛做无来。哦。确实啦，阮这诊所吼。足侪人发现，啊，都无疫苗通做啊，啊，足侪人想要来做啊，啊，逐工咧敲电咧，我今仔下午嘛，佫接了偌济几啊10通电话，讲想要来做，啊，我就无法度，我就无药通甲伊做啊。是。啊，卫生局无要分药啊，我是要哪甲伊做？哦，啊，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就是安尼啦。啊，我都无物件是要哪甲伊做？是。哦，所以就变做安尼啦。所以本来吼，讲实进前一段时间咱足稳定，你若佫想过1个月进前吼。无啥人要做，台湾控制也袂歹，也无啥人想讲要做的，足侪人无要做，迄有诶无要做的，想办做的，我拢甲问讲，啊，你是安怎即摆较来做？你讲无法度啊，即摆疫情遐厉害，啊，我无做，我来调病要安怎？啊，佫一方面足侪，因为咱即摆有新的规定出来啊，你若无做，想讲迄个所在去无庙会你无做，你无做啥，你袂使去参加
吼啊一寡公共场所，你无做三节，你袂使倒遐工作的，你袂使出入的啊，八大行业，迄娱乐业的你袂使无做，你袂使出入啊。是。所以足些人转来要做啊，你转来要做了，我煞说无药啊，所以变啦。所以赶紧，因为吼，大家若拢有煮吼，大家较自由快，咱较早开好无？中央希望中央赶紧甲这药啊进入来吼，希望大家吼赶紧来做，看做的拼看卖，看hiệu软，大家拢较自由无？会当出去外口，足侪国家，足侪国家旅游是开放啊哦，你会当去遐佚佗哦。问题是你佚佗了，倒来是毋是要关10天、关14天？就即个问题伫啊，大家都唔敢处理啊。是。所以即摆日本嘛会当开放讲，你会使来我遮佚佗啊；韩国嘛讲你会使来我遮佚佗啊。美国你嘛要入嘛无要紧啊。英国迄嘛拢无问题啊，你要去就无要紧啊。总是拢爱先做疫苗啦吼。对啊，你倒来要安怎？倒来关10天哦。是。即摆是关10天，较早是关14天。是。所以就变做安尼，看希望讲大家来做的，看拼看卖，看hiệu软会当。大家安尼看会当自由无吼？日头赤呀，看会当较白倒会较少无安尼，看会当大家拢有免疫力，拢有抵抗力，看大家变作自由无？若无吼，影响太大，敢若台北市100个学校停课，是全国咧，你大家拢免上课，你无上课的人，啥物人要甲顾囡啊？是老爸老母就无上班，倒来顾囡啊？是你也免上班啊？也免上课，也免上班。大家要安怎趁食？林医师，咱讲到青少年的停课吼，咱来看青少年注疫苗的建议啦。即摆青少年吼，12岁到17岁吼，你若注2档了后，无严重的副作用吼，伊有建议你注第3档啊，就是讲你第2档注了，经过5个月会当来注第3档。咱即摆来请教洪副院长吼，咱进前一直咧讲，即个儿童疫苗吼，甲青少年吼。因为这有风险嘛，都需要这个家长家己来遵照吼。即马你敢会当互家长一寡建议讲，安怎来思考讲要注疫苗，还是袂注吼？另外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隔5个月吼，咱头前一直咧讲疫苗注了吼，经过一段时间，伊的保护力会降吼。5个月感觉足长的呢？无啦，伊这经过几周吼，这拢是因这个专家会议，而且是国外有迄个数字吼，去支持讲为什么要间隔这个时间吼，两这个时间要间隔偌久，才达到伊迄个保护的效果嘛。这拢是国外有一个伊标准的一个迄个吼，说实验的设计，啊做过临床实验后的结果，发现讲安尼的效果是上好的。所以这个时间绝对毋是讲疫苗无够故意安尼做，毋是，迄是伊本来伊的设计就是安尼在处理的啦吼。第2点就是讲，即摆就是讲，咱即个11岁以下吼，即摆开放即个咱的小朋友会使来注即个预防针。过来就是咱的爸爸妈妈爱家己来做一个决定啦吼。因在全世界拢共款哦，毋是讲咱台湾，全世界拢发现讲吼，这囡仔的即个吼，算讲伊的即个感染着即个 COVID-19 了后吼，伊的即个吼即个动静甲死亡比例拢是咱全年龄人口内面上低迄个 range， 迄个年龄组嘛吼，所以讲基本上要注歹注，其实在国外拢有一寡讨论啊。像讲即马来讲，像美国吼，因即马是去年11月吼，则开放囡仔会使注这预防针。但尾啊，迄个美国因的疫情就慢慢来，一来了后，因就搁开始注较少，所以因即马美国嘛是才注20几%尔，欧盟嘛是才注18%尔。所以这世界各国拢虽然即摆讲有陆续开放囡仔会使来注这预防针，像日本甲韩国拢是2月底3月底才开放囡仔会使来注这个预防针。所以咱台湾其实即摆开放这囡仔会使注预防针了，过来就是爸爸妈妈爱家己来决定啦，就是要注歹注吼，家己爱做一个判断啦吼。当然你若问我的意见，我是感觉讲，以即摆的状况来讲，吼，因为咱即摆过来可能病例会较侪嘛吼。若囡仔甲先甲注一档吼，上无第一就是讲保护即个小朋友，伊若是染着的时阵，伊住院的风险会降低，所以这是好处。吼，虽然到尾啊拢袂安那，但是你上无你有注一个预防针，你有保护力，你去住院的风险会降低。吼，这是国外的 paper 拢写甲足清楚，可以降低住院的风险。这第一个。第二，囡仔若住起来时阵，爸爸妈妈嘛是会间接嘛是有一个得到一个保护，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保护性的这个所在嘛吼。但是
就是讲咱国家有提供囡仔的即个预防车，啊，过来就是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做一个决定。啊，你若问我的意见，我是感觉以即摆状况吼，若我厝的若有这11岁以下，我可能会互伊去住啦吼，因为这个副作用的迄个机会足少的嘛吼。啊，相对于住对有好处，当然就是小甲住一个，安尼咱嘛较安心啦吼。这是我的建议是安尼看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你即摆就是讲迄个因即摆昨嘛有通个第4剂的部分啦吼。第4剂即摆人讲嘛是即摆是65岁以上的先住嘛吼。但是我一直感觉咱即摆一直咧讲第4剂，我咧讲吼，即摆讲吼，你住开放第4剂，问题是2剂、3剂，有的人迄个50岁以上，有的人2剂、3剂，连1剂都还未住。即寡人爱去住的，1剂都无住。啊，你讲话一直做第4剂，我感觉这毋是，这头路毋是安尼咧处理的。我是感觉讲，咱即摆咱的政府也好吼，也是咱大家应该是鼓励咱即个50岁以上、65岁以上的长辈吼，1剂若拢无住，叫伊爱较紧住。啊，若住2剂啊，较最近若疫苗搁来，第3剂较紧补起来。我感觉这才是咱迄个焦点，咱的迄个 focus 来放在这个所在，吼，因为这才是上重要嘛。因为国外这已经足侪数字来甲咱讲这个代志嘛，就是讲你若像做到第3剂的时阵，你避免奥密克戎的迄个致死的比例，吼，年纪愈大效果愈好哦，吼，避免这个奥密克戎致死的比例来讲，注3针、注3剂是年纪愈大效果愈好嘛。我之前嘛定讲英国迄个数字，互恁大家听有无？迄个今年初吼，300几万英国人奥密克戎感染着5000几个人死亡嘛吼，因就发现80岁以上迄组的人，1剂拢无住的，1剂拢无住的，致死率是100%22%嘛，吼，20%，100个有22个都往生去安尼。但是你若是3剂拢住满，在英国80岁以上吼，因这边啊100个才死亡1.2%而已嘛吼，所以1%1.2甲22%，你看差几倍嘛？所以咱的长辈吼，年纪愈大，注3剂的重要性愈悬。所以咱即马就是讲，这个大流行准备要来啊，较紧的3剂吼，爱较紧的吼。啊，最近迄个指挥中心讲，迄个诺瓦斯克斯有200万剂诺瓦斯克要来啊，但是吼，到即摆是还唔知，但是我来讲，若较紧来的时阵，较紧的，吼，咱即个长辈吼，较紧的2针、3针，迄嘛是会使去打诺瓦斯克斯，因为有的人惊 mRNA 的迄个副作用较大嘛，吼，啊，但是若诺瓦斯克斯伊是次单位的蛋白疫苗，吼，伊的风险性就较低，应该爱较紧去做。吼，叶医师，英国的状况，你敢会当补充一下？拄则洪副院长所讲，第4剂的部分，即马是甲台湾嘛差不多，对。所以第3剂以后的第6个月会使来注第4剂。啊，会当注的人嘛，毋是讲每一个人，是75岁以上长照的人，啊，佮12岁以上免疫有问题的家的人，啊，佮有家的同住的家人，啊，家的人会使来去注第4剂，啊，间隔是6个月安尼，对。在青少年的这第3剂的部分，甲台湾有小寡无共对。啊，英国的这第3剂咧青少年嘛是甲家的人是有关联的，就是讲你免疫不全、有慢性病、身体无好的家的青少年，才需要去注第3剂。哦，对。啊，普通的囡仔人、健康的囡仔人，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是2剂都会使啊。哦，是安尼。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这个第4档的部分吼，疾管署的专家会议，伊的建议是安尼，就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啊，也是带这个长照机构的人，另外就是18岁以上免疫力较低的，拢是高风险的族群。高风险的族群包括啥呢？就是讲你有癌症啦，也是讲你有换器官的人，也是讲先天的免疫力较低的人。过来，你若是有咧西药剂，也是讲 HIV 阳性的，以及你若是有咧食迄款药啊吼，是咧压你的免疫力的
遮的人吼，嘛是高风险的族群。另外，过去6个月若有接受化学治疗啦，也是讲放射线治疗，遮的人共款嘛是高风险的族群，拢会当伫这个医生的建议底下吼来做这个第4档。不过，咱先来请教林医师吼，拄则洪副院长有讲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哦，就是讲遮的人可能本地伊可能第2档、第2档、第3档还未做啊吼，啊，这个做第4档，即马是安尼有开放，总是安怎甲遮的人吼做较晚的，是大生的问题，敢毋是？而且遮的人拢是免疫力较歹嘛，啊，免疫力较歹意思是安怎？伊虽然是做3剂，可能伊等于人做2剂尔。哦。所以伊的效果较无好啦，就是讲，伊虽然甲做3剂，伊的抗体、伊的抵抗力弱啊尔。是。比这爱做一个第4剂，伊看会搁较好无？啊，其实这个也毋是咱台湾先做的啦，以色列啦，也是寡美国啦，因开始英国啦嘛是有做这个对这个高风险啊个免疫力较歹的人咧做第4剂嘛是有咧做啊，啊结果做了感觉讲。有做第1剂，确实是效果有较好啦吼。是。当然，这个第4剂做的了咧，其实咧维持的时间嘛无讲介长啦。哦。哦，就是讲伊嘛毋是讲做第4剂了，讲我足久会当保护你足久。因的研究是讲，你做第4剂了吼，可能过一大久啊，可能1、2个月了，伊甲人做第3剂嘛差不多尔啦。是。是。甲你真正做第3剂嘛差不多尔吼。啊，所以我想3剂是基本的，啊第4剂是针对这个。高风险的啊，免疫力较歹。那像咱最近嘛有对这个西药剂的啦，吼啊抵抗力较歹的啦，吼，也是讲本来得癌症的咧做化疗，这人咧，咱中嘛甲做一个叫做加强剂，加强剂是，含这个对加剂佫无共款。加强剂是讲你做2针了，第2针佫过1个月，你就当做第3剂啊，吼，啊你佫做第3剂了呢？搁爱经过12礼拜才会当做即个追加剂，就是搁即个迄个咱所讲的第3对，迄个就是针对即类的人啦，就是讲因本身疫苗伊的反应本来就较无好嘛。是。吼，你虽然咱正常的人，你甲我做1剂，甲一个免疫力无好的人，你甲做1剂，效果无共款啊。哦。我做1剂，我效果袂歹啊，但是伊免疫力较歹的人，伊抵抗力较歹的人，伊做1剂。效果无好，有人写比我去加做1剂，是。就咱想讲，有个人讲啊，抵抗力较歹，我药啊，甲用较重意思共款啦吼。啊，你若讲本来健康的人，啊，你用药啊用少少啊，你就有效果伫啊。啊，对伊来讲，伊就爱用较重，就变做安尼来啦吼。啊，即个另外进前咧，咧讲说12岁甲即个18岁这族群，要甲做第3剂，迄是因为因做2剂了吼，已经过温啊足久啊啦。所以现在过足久了吼，是毋是佮甲做一个第3剂？因为咱大人拢做第3剂嘛，啊，但是青少年遐拢做2剂尔嘛，啊，所以咱国家是讲即摆有通过，昨通过嘛，昨拜三通过讲，因若12岁到18岁人想要做第3剂会使，但只若讲会当隔第2针，佮过5个月，你就会当做第3剂啊。哦，啊做当然你隔较久，效果会较好，但是有当时疫情咧厉害迄阵吼，有当时是毋是咧？你若讲真正要抵抗这疫情，嘛不一定我等遐久。当初你敢知影？当初吼，阮这医护人员吼，当初嘛是讲要求讲爱过5个月才会当做第3剂。哦。啊，但是迄阵咧拄啊过年迄阵，你会记无？过年迄阵拄啊疫情咧厉害迄阵。是。迄就刚开始咧咧拼啊，迄疫情咧拼，阮就甲要求讲，免等啊啦，你疫苗遐济也无人要做。啊，佮讲疫情咧厉害开啊！啊，阮这医护人员，你叫阮讲啊，佮等12，即个叫等5个月，迄阵佮要等5个月。哇！啊，到尾啊，疫情真正咧起啊嘛，伊讲好啦，3个月就会使啊，所以这毋才3个月就开始做啊，就是安尼啊。是。迄阵本来中央疫情中心本来讲爱隔5个月才会使做第3剂呢。哦。阮伊就甲讲袂使等啊啦，迄阵确实是吼，敢若是英国嘛是无等遐久就做第3剂啊。是。哦，所以我就讲，啊，人别国嘛，拢毋免等遐久就会当做啊。啊，虽然是你等较久，做的效果较好，啊，但是你无做，我就对啊，我觉得敢就爱搁等，效果较歹，啊，歹是歹小看尔。啊，你讲等遐久，效果会较好，啊，中这段时间要安怎？中这段时间啊，来着病要安怎？是。所以毋则是讲，
好啦，阮等三个月，在一礼拜就当做第三剂，就是安尼来啊。是。好，咱继续来请教洪副院长吼。是。拄则讲到遮个高风险的族群吼，注预防射了，伊的效果是较歹。啊，即马才有要注第4档即个安排吼。啊，敢是未来就要一直安尼做落去？拄则影片内底嘛有讲到讲，中央研究院的前院长吼王启辉博士，伊讲可能会爱发展一个功效的疫苗吼。啊，敢袂当等，还是讲就爱一直做落去？无啦。应该是讲，虽然即摆第4剂以色列甲一寡国家有咧做即个代志吼，但是我头有讲过吼，就是讲，因为即摆看起来这第4剂吼，若是同款的疫苗，佫继续做吼，其实第一个你有即个免疫的疲乏的即个问题有可能无吼，这嘛是爱思考。啊，第二就是讲，第4剂做伫以色列即摆看起来数字吼，感觉就是有保护力啦，但是毋是讲介明显的一个状况嘛，所以因就是建议讲一寡较吼虚弱的吼。免疫不全的人先去注这第4剂吼，是安尼即个状况。所以咱若是要注第4剂，当然咱的期待是讲有一个新的次世代、第2代疫苗会使出来吼，会使广效，会使避免感染吼，安尼去注，安尼毋知有迄个意思嘛吼。对，但是即马就看起来还没有即马这种疫苗好像还没有出来嘛吼。即马讲起来就是讲，咱即马所有的疫苗吼，伊的效果是是保护力，啊，甲迄款会当。片面感染疫苗是无啥共。无啊，迄是第2次世代疫苗，即马啊无嘛吼。但是伊即马的现状就是讲，看起来就是讲，你若3剂注好注完吼，上无伊在保护你动静甲住院的这保护力吼，上无是6个月至8个月以上嘛。啊，咱即马的重点就是咧片面住院甲动静嘛。因为我头仔讲过啊，就是讲，咱就是讲，你若念着，大家拢若是拢会使踮咧厝的，尽量莫去病院的时阵，病院袂迄个量能袂互突。不会被突破的时阵，啊，咱就使大家生活都无问题啊嘛，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片面去病院住的，这个重点就是讲，咱的这个咱的所有的国民拢爱甲3剂注好满，安尼才会使达到迄个效果嘛，吼。就讲我头仔讲的韩国这个类共款嘛，人已经注啊96%去啊嘛，迄个纽西兰嘛是拢注93%以上，啊，就是讲因的这个疫苗的覆盖率就是遮悬。所以你看，因虽然有这个大的感染，但是看起来这个不幸的这个往生的迄个人数，就是拢是压在很低的一个受力嘛。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咱即摆的目标就是讲，总有一天其实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看起来就是甲感冒的这个病毒进行，就是咱早晚拢有机会嘛。早晚大家拢会念着，像今仔日你看，这已经新闻拢出来啊嘛。你看校长也有人中的。院长也有人中的吼，啊，这名节目主持人嘛有人中，大家拢人人都有机会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讲既然人人都有机会，咱早晚会去中的时阵，只是讲咱中的迄个时机爱抓好准，就是讲莫大家同一个时间拢念着嘛，就是大家爱有秩序的来染疫，吼啊，大家才有法度来通过这个疫情的可能考验嘛。啊，你若要有秩序来染疫的时阵，就迄个 RT 值袂使伤悬嘛，因为我头讲的 RT 值伤悬。就甲巴黎铁塔一样，一向冲上去，你病院的这个量能够较多，嘛无法度应付大家最近拢破病来冲来你病院要看病啊，是毋是这个道理？就是遮简单的道理尔嘛。所以讲，大家就是讲，莫共一个时间拢破病，吼啊，安尼时阵咱病院会使控制每一个患者拢会使互伊好好来治疗，降低伊吼迄个往生的迄个机会，迄就是咱阮病院的责任，就是这个所在嘛。是，观众朋友，咱就是讲吼。即马咱的焦点应该是伫6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抵抗力较低的人，遮个人是咱爱特别去保护，因为疫情咧传的时阵，遮个人是上危险吼。总是前2天啊，有幼稚的囡仔吼来动静死亡哦。咱搁再一摆想到儿童疫苗的问题啊。讲到儿童疫苗吼，咱看到中央研究院的何美香研究员啊，伊有讲儿童注疫苗吼是好较大歹啦中基病院区正顺副院长嘛有讲吼，就是儿童注疫苗虽然有一寡风险，总是嘛会当减少这个住院的比率。感染到 Omicron 了后，若是有注疫苗的囡仔吼，住院的比例是一半。这何美香研究员嘛有讲到吼，就是有注疫苗吼，住院的比率为19.1人减少到9.2人吼。咱来请教叶医师吼，针对这个儿童这个疫苗的问题啊，
咱安怎来？拄则讲过，安怎来存在吼？若是讲家长感觉讲家己的囡仔吼身躯较好，抵抗力较好，敢会使先卖住？住嘛是比买住好，健康的人住也是比买住来甲更较好。但是真正最需要做的是家的身体无好的囡仔人。河北乡的研究员会讲，家中小孩有慢性病。注意方下都足重要的，对。慢性病遮的囡仔人，讲遮的人是共款的这群人。伊讲的这资料是这个美国这两天出来的新的资料，这个资料甲阮讲，70%去住院因为 Omicron 的人，拢是遮的囡仔人。身体无好的人是70%去住院的遮的人，住院的人70%拢是身体无好的囡仔人，毋是健康的囡仔人。所以这个比例是差足多。所以5岁到11岁的身体无好的囡仔人，绝对爱拍预防针，这是无问题的。身体好的人，你嘛会使拍，嘛是比不爱拍更较好，这嘛是无问题。但是两个这个需要的程度是有差的。好，观众朋友，若注预防下吼，会有风险，就会有副作用吼。咱在照顾咱的幼囡仔的时阵，爱特别注意一寡状况吼。今仔日指挥中心有讲这个紧急送病院的条件吼，若是出现以下这的状况，需要伫线顶来看诊，也是讲若搁较严重，就要送病院。头一个就是你若发烧超过2天吼，也是超过39度。搁有搁有凊寒吼，你就爱开始注意哦。搁来退烧了后，若是搁无啥物精神，共款爱注意。退烧了后，若是袂喘气，也是讲大心悸，这嘛是一个症状吼。另外，就是你的赤吐啦，也是讲头痛、腹肚痛，超过12点钟无食物啊，也是讲无放药。囡仔若有即款状况，家长就爱赶紧来注意吼。林秘书。拄则昨啦，咱有讲到讲囡仔人吼，因为一寡症状，伊就可能幼囡仔袂讲话，咱敢若会当用观察的吼，讲到即个小儿科的医生对囡仔人的症状较敏感吼，若是家长除了安尼咧看了后，应该有啥物款的警觉性？这就是小儿科医学会定的迄个送医的条件迄个啦，表啦吼。当然一般的父母来讲，你若毋是专业的人。其实，父母普通含囡仔拢做伙足久啊。是。你若感觉即个囡仔吼，安尼神，无力无气力，甲普通时安尼无啥共款，就是爱注意啊。是。囡仔人安怎？奔跳来跳去，安尼佚佗来佚佗去，这个也要耍，迄个也要耍，精力足好诶。吼。食也食了足有，哭也哭甲足大声，困就困，醒开就醒开。你若感觉这个囡仔无共款咯，困伊咱拢叫袂啥醒，普通是要耍的物件无要耍啊，普通是胃口做伙，即摆也无要食，吼，普通是安尼眼神安尼本来都足好诶，足金诶，即摆若安尼行安尼无神，迄就是严重。哪像吼，咱讲实在，咱咧看幼囡仔吼，哪像恁咧看恁狗诶动物，狗仔、猫仔共款，恁若知恁兜的猫仔狗有破病无破病？你嘛是看安尼，普通时安尼，这跳来跳去，耍来耍去，即摆哪毋耍啊？迄就是有问题啊！吼，所以有当时阮讲小儿科医生哪兽医的共款，伊家己袂晓讲啊，伊袂晓讲伊对伊无爽快啊，就是变做讲你爱看嘛，看得惯，这个经验啦。讲实在，小儿科医生吼是安怎有当3岁以下囡仔吼，有当时别科医生有当时嘛无啥敢插，就是安尼。有一个咱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囡仔人伊的这个症状甲大人是无共款，袂当用大人的经验。你嘛用大人的眼光去看囡仔，我来讲，像这囡仔，我咧看囡仔吼，你知影，好的囡仔，伊的精神是安怎？阮大家做有经验的。即摆甲普通是无共款，迄个就是职业的敏感性，就是爱出啊。所以有当时囡仔毋是像你大人想啊，当然你若看到囡仔会揪筋，啥物昏迷不起。啥物喘气喘甲喘袂来这规个拢面色拢白，还是讲乌去啊？迄足严重啊！迄就无话讲啊！迄大家嘛知影。是。但是有当时伫咧初期迄阵，拄要开始要变严重迄阵，迄就是爱伊判断。所以有当时讲咱咧迄个居家照护的囡仔吼，上好啦，派一个医生吼
尤其小医生吼，还没有当时通一个电话还是我看伊一个眼色咧吼，啊看卖咧，啊若有问题，啊较赶紧甲送病院吼。啊若讲有问题，当然即个老爸老母顾伊的人，嘛会使敲一个电话，互你的医生，还是卫生局啊，若讲真正真紧急急嘛爱敲，啊就赶紧送病院，因为囡仔咧变化足紧的。哦。你是讲迄个新北市迄个囡仔好啊？是。你看伊第一天发烧，迄阵吼敢若发烧尔。当然我迄阵是我无看到伊啦，毋知迄阵的精神安怎。但是第二天就差不多是昏迷不醒啊咧。昏迷不醒就因老母敲电话去119。我讲即个囡仔哪安尼拢无啥，敢若拢爱困，拢无彻夜共款。迄阵就足严重啊，迄阵就足严重啊。迄阵佫拖几点钟了，较送医就无好去啊。是。哦，所以当然嘛袂当讲是毋是较早送医就会当救会到，但是就是即个讲实在就是一条欠缺啦吼。